Daily Sales Insight。要成為一個成功嘅 sales，你一定要抱有呢5份信念，並且深信不疑。一，你要相信你間公司係最強嘅。公司全體員工都會盡心盡力支持客戶，你有責任令顧客同一間最可靠嘅公司合作。二，你要相信你嘅產品同服務係最好嘅，你嘅客戶都值得擁有最好嘅產品同最優質嘅服務，你有責任令佢哋用到最好嘅產品。三，你要相信自己可以令客戶睇到你同對手嘅分別，展現你對自己有着極高嘅要求，無論知識同埋對顧客嘅了解都無人能及，令客戶知道你係業內嘅頂尖高手，可以安心同你合作。四，你要相信客戶買咗你嘅產品同服務之後，會為佢哋帶嚟幸福快樂，要令客戶明白同你交易係絕對正確嘅選擇，你有能力兌現對客戶嘅承諾，提升顧客嘅收入同生活質素。五，你要相信自己嘅能力，你嘅努力同汗水令你響業內成為頂尖高手，客戶對你投下信心一票係因為相信你嘅能力，而你亦有能力達成客戶嘅需要。